后来继续是正段消息，来看这个南北合作也是无进展，甚至有风声讲侯友宜、郭文摕甲朱立伦三方咧做政党协商的时阵，气氛真歹，更加有讲出着历史罪人这款负面的话。侯友宜是强调讲，伊会做好着参选人的角色，而且结合着志向同款的朋友。郭文摕是讲气氛嘛无真歹啦，针对着南北合作。幕后也是有真侪人咧双两沟通。投出2粒好球，还有机会保手转正投手，后一粒会暗算安怎结？有想着要三振谁吗？蔡明堂啊！那被下卡掉咧，现阶段对手是谁？真正歹讲，就兼是3胜out斗，就是补加4粒排球补上，传出后挂主金美3方密会，互气氛是不加紧张。郭文摕讲家己是上在调和电影对决，那侯友宜是讲无想要做第一位，已经有转大会提名，结果说放弃历史罪情。我们一定团结所有人的力量，保卫中华民国，保卫台湾人民这一块土地。想要为国争光的中华队，不过棒球比赛嘛，就要投手、捕手配合。只是郭文摕前日讲说讲，时间要搁真长，敢讲伊搁要拖时间。我们会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努力往前走。那柯文哲现在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吗？我们会坚定我们自己的力量。还是回到过去那一种宫廷政治啊、密室政治啊、混账政治，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。南北合作是愈行愈坎坷，那基站等个情还，佮敢若5万好汉会，嘛传出郭文摕过台面这2天可能会合作。南北敢行了会成，政党协商进入关键的后半局。我配，奇怪，我常常我发现我。怎么连我都不晓得？蓝白合目前还有在谈吗？我猜啦，幕后还是有很多人在穿梭。我身为参选人，我努力的、积极的把每一个角色做好。家己敢若负责投球的动作，若要如何组合，新摆的重大责任就交予钟教练下手导棋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